收看我到遐539频道。我到遐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3月初8拜六精彩539三册高峰版。咱今日这版呢，为1月20开始，1月20，一二开第二粒，一二开咧第二粒下八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月28该画起来。咱先看这期，一二开第二粒，顶三期1、2、3，顶三期的第三粒，甲顶四期第三粒，甲顶五期的第四粒，这三粒豆仔，22、23、35会伫咧一二下八期开。咱先看22第二粒顺开，过来23第三粒，35第五粒三册高峰。过来，咱即摆看第二期，第二期伫咧2月18，2月18，这嘛是共款，一二开咧第二粒，下八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月27该画起来。共款，一二顶三期1、2、3第三粒，甲顶四期第三粒，甲顶五期的第四粒，这三粒豆仔，11、28、29，共款爱伫咧一二下八期开。咱先看11第一粒顺开，过来28第四粒，29第五粒，共款是三册高峰。即马咱来看上后一期，上后一期伫咧2月27，2月27，这嘛是共款，一二开第二粒，下八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月初8拜六该画起来。共款，一二顶三期1、2、3第三粒，甲顶四期的第三粒，甲顶五期的第四粒，这三粒豆仔，11、18、30，共款爱伫咧一二下八期开。下八期就是咱3月初8拜六。我到遐甲大家介绍即版精彩539三册高峰版，这三粒豆仔，11、18、30，互大家做3月初8拜六精彩539三册高峰版参考。这三粒豆仔，大家嘛会当坐车做使用。以上是我到遐今日的分享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。感谢各位朋友今日来收看我到遐的影片，大家再会。